说这个抽水站是要到沿海的抽水站，抽沿海的水，还有那个东桥过来那边，现在正南山路那边做的那个盘箱是从东桥然后流到这边来，所以现在我们沿海今年还是那几条街还是淹水，所以看最后这个抽水站会不会改善。这个抽水站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沿海里的排水问题啦。这里的是比较低洼地区，所以我们要设置抽水站来抽水。之前已经有永康抽水站，还有永康东抽水站，这样子的抽水能力呢，对低洼地区是有不足了，所以市长就跟国土署来争取经费，争取了3.94亿元来办理这个营队抽水站。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整个沿航地区还有那个正南山路下来一个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淹水。市长在跟区局长的合作之下，持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上的补助，后续还有相当多的治水预算会拨给台南市政府来完善整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治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启动！台南市永康区延州抽水站竣工启用。这个延州抽水站，事实上，是每秒钟可以抽26.5 CMS， 也就是每秒钟抽26.5吨，非常大的一个抽水量。那应该可以保护面积有达到7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我相信对于永康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会有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人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尽量做可以让那个沟渠不要阻塞的，这些是民众可以做的就能够拜托我们民众来配合。抽水机量能再大，但是如果抽水管线不通，或是沟渠阻塞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会全力的把该清的沟渠、该做的这个水利设施能够把它做好，希望能够让台南市不要再受到水患的这个侵袭。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0月3日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宪法法庭针对死刑存废的议题，做出有条件下限的判决，定义实质上正歹执行死刑，引发社会高度的关心。议员柯志昌伫总质询骂批评大法官的判决，感觉到相当悲哀，甲市长交换意见。会中恩委替市长明确签署反对废除死刑。面对大法官日前针对死刑废除甲存在议题做出有条件下限的判决议案，引发社会议论纷纷。因为死刑的执行增加侪高难度条件，等于是实质废除死刑。毛议员柯志春伫总质询相当不满，认为已经扭曲社会价值，诬告被害人的人权搁伫倒，实在相当悲哀。我们法律之前是人人平等。法律之后，当然要犯罪者要适用于法律来执行。那我们现在不是乱了套啊？既然法律已经程序走完了，既为是死刑，我想它是时效性的，而且是杀一儆百，社会能够改造他的价值观。意图犯罪的人，或企图犯罪的人，或是有一些不轨想蠢蠢欲动、触犯法律、投机取巧的人，这是一个吓阻的作用啊！所以你到底有条件的核限，我看不懂。面对间，市长嘛以随等真实的案例，表达一旦无法透过司法伸张正义，得引发死刑的危险，所以会长嘛同意签署反对废除死刑。市长，我们共同来支持。我们不会出死刑，我们要执行依法执行的法条里面应该执行及时性的，应该及时死刑。我讲，我也可以跟议员报告，我是反对废除死刑。对，反对这死刑，但我们想说，在法条里面，既然判死刑的死刑犯，这是37位，
我想已经都程序走完，法律程序走完了。我请你共同我们来支持，会支持死刑，我们不会持死刑。好，好不好？来，你要我签的？对，那我可以改一下，反对废除死刑，好不好？日前根据新国会智库民调，反对大法官实质废死都超过8成的民众，加上市长会中所讲出9成反对废除死刑的调查，嘛要来表达人民的心声。当然，新闻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大众捷运因为经费人力不足，所以安南区段一直无力规划。经过议员蔡立青伫总咨询积极争取，黄线已经确定进入可行性研究甲招标的阶段。议员蔡立青伫总咨询以未来人口上济，真有信心投资台南 CP 值上悬，就是建设安南区为主题。以呈现目前亚太棒球村、新竹园区、社会主体等重大建设，伫希望互乡亲有感，当作一份献礼。其中嘛针对过去一直无到列入升级规划大众捷运安南段已经有谱，期待未来交通路网完善的好消息。有一个要点就是说，我们台南市现在有6条捷运的路线在规划中，那我们希望是并行的，而不是那5条做完才来做安南区，这样就落后太久。目前都是并行在作业。然后这个路线就是说，我们当地居民也有非常多的意见，到时候也希望会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在可行性研究就会决定路廊，因为我们知道安南区的范围很大当然因为我们是采的是我们要采单一系统未来的营运的这个维护比较单纯，所以我们一样是采跨座式的单轨系统那目前当然这个是采高架式，所以路宽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路太窄，我也没有办法做这个高架的这个建筑形式所以受限于道路的环境，然后我们希望当然走进可以服务越多的这个在地居民的这个路线会越好，所以可研究会来决定这个路廊以及可行的这个设站的这个位置。对，面对未来建设无可限量的安南区，议员除了积极争取，嘛希望有一寡民众反对的建设，希望市府尊重民意。因为原本要靠近安南区甲安定的石化电厂，现在搁要刷到树谷工业区设立议案，烦恼起死回生。对此，市长表示，市府是中立的，嘛一定会尊重民意。当然，新闻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伫总咨询的时阵，常常会听到议员替地方争取立活动中心的建设。不过，议员余主清却发现，新化竟然有一个里要规划2个活动中心，所以伫总咨询要求市府重新思考适合的建设。常听到里内若无活动中心，议员拢会斗争取。毋过，这回议员余主清面对市府要伫新化太平里等4里联合活动中心，距离无到550公尺，佮要兴建第2座活动中心，就表达反对。除了认为使用率无悬，重点是符合式的亲子幼儿园，才是地方的需求。同时嘛，不满地方因为选举文员造成活动中心的管理使用沦为私人操作，所以强烈要求民政局改制协调。你要请他们自己去沟通，他们自己就沟通不好了，我们要怎么去沟通？这我会和区公所那个再讨论啊，这个部分。讨论，你要安怎款的讨论？我知影结果。我嘛甲局长讲，你爱强烈改制吧，你历史上这你无法度的时阵，那个。局长通常拢是惊得失里长啊，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讲啦，你上啊，伊嘛去得失迄个社区理事长啊，类似像这种问题，毋是讲会上得失上有理上无理。理事长会当去开理事长会报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袂当去开啊。那是可以，他有什么这样的意见，他可以直接反映到那个市政府来。毋是讲理事长会议就讲一定讲社区嘛有伊的意见，有意见嘛当反映到市府来嘛，这部分阮会加强来处理啦。立活动中心原本就是公共设施，绝对毋是私人财产，加上有明确的管理使用办法，嘛已经规划线定做少收费，所以如何符合公共利益，嘛避免影响地方的和谐，拢交互市府协调。当然，新闻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
提升天狗日的防疫量能，落实推动防灾救灾整备及应变工作。南区公所甲4个行政区进行经验交流，并签订灾害支援协定，打造灾害应变防护网，共同合作守护家园。全球暖化再来极端气候，一旦发生大雨等天灾，恐惊会造成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因此，防灾救灾等措施甲应变，就是政府部门上注重的项目之一。为落实推动防救灾整备甲应变，台南市民政局25日伫南区区公所举办8区签订联防支援的协定。结合了各个区公所，要做一个跨区型的联防的灾害应变。那现在的话，因为整个灾害方面的话，都是一种复合性的灾害，那整个每一个公所的它的量能的话，它可能会有所不足。所以说，我们会鼓励区公所的部分的话，去结合各旁边的各区，包括的话可能深进这部分的话，把整个资源的话，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利用邻近的资源的话，来把它整合起来。有说到的话，远亲不如近邻，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近邻的这个方式的话，把旁边的能量结合起来，在第一个当下的话，可以互补有无，再让在整个就是说整个防灾方面的话，更为经济、更为机动、更为充裕。这次分别有宁德、东区、永康、北区、中西、安南、安平等行政区做伙签署联防支援协定。未来当面对疫情，也则是重大灾害，会当启动紧急应变甲支援，共同打造坚强的灾害应变防护网，守护家园的安全甲健康。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英海中澳第2次国际教育30号甲美国以及澳洲2间学校签署教育合作 MOU， 将向美国庆中澳启动双联合作，学生会当选择留在国内，也是前往国外读册，提升竞争力。英海中学放眼国际，这次甲美国庆中学以及澳洲等学校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未来将会邀请国际师资来台授课，并会甲美国庆中学展开双联合作合作案。同时，嘛规划予学生伫寒暑假选择出国游学，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升竞争力。1, 2, 3, say cheese。英海中学致力于我们国际教育。那我们在这一次跟美国 King 中学来建立双联学制，我想这也是符合我们教育部的政策，更是为了达成我们2030成为双语国家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合作案里面呢，我们学生可以来选修 Kings 中学的相关的课程。那未来不仅在我们国内会请 Kings 老师来这边帮同学授课，我们在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到美国的中学一起来跟美国同学上课，未来取得双联的学制他们的文凭有利于同学选择国内升学或者是国外升学。除了美国庆中学，学校未来嘛有规划甲菲律宾以及澳洲等国家的学校合作，让学生伫毕业了后有更加多元、更加国际化的升学选择。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美丽台湾3D 电影车巡回转告，这回开入去台南市安南区的幼儿园，让小朋友看到台湾之美，嘛希望影响教育上下定根。幼儿园小朋友欢喜的戴上3D 立体目镜，要来观赏这出美丽台湾。我的是什么？这是紫斑蝶，有抓到蝴蝶吗？这台电影车巡回转告，到达已经有将近1300间学校报名申请，
由创办人徐全利导演用家己的摄影技术记录台湾之美。孩子们第一次透过立体影像的认识和观赏到台湾各种美，如此生动地展现在眼前。从他们的眼神中，让我们知道孩子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已经成功地被启发。让正在成长的囡仔透过电影认识家己生活的土地，了解家己的家乡。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养成敬爱大自然的态度和认识生态的重要，未来能够成为守护台湾这片土地的力量，让台湾的美丽永续绽放。因为这间幼儿园就位伫江水溪边啊，致力伫生态教学，要甲永续行动向下挺进。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台南大碗爸将伫10月31到12月初4加入周年庆大展。今年这次伪赠品内衫、裙衫双优惠，消费满2000块送200块，满1万块搁加送500。伫 SFC 舞团的指定之下，台南大碗爸正式宣布，周年庆为10月31号开跑，会当看到为大楼门口到内部柜位，拢打出周年庆的优惠方案，要来准备冲业绩。我们台南大圆法周年庆的业绩！10月31号到12月4号来举办。当然，我们台南大圆百推出了非常多的优惠。首先，当然在化妆品跟内睡衣部分的话，我们提出了2000送200活动，另外1万再加送500。那如果结合信用卡以及5万送700活动的话，最高回馈超过了20%。我想这是市场上是最高的回馈。那另外，我们针对在周年庆必买的一些家电商品，尤其是在节能的一些补助的部分，那我们也推出1万送1000，累积5000。然后再多累计5万，再多送700的活动，我想这也都是市场上最优惠的一个活动。满1万送500，会当讲是相当优惠。伫活动前4天，还佫有大礼包通好领，内面还佫有400块的券，加起来回馈900块。另外还佫含乖乖来合作，推出对外礼品以外，还佫办理联名活动。趁到周年庆有满千送百满夜礼，消费者爱把握机会，甲平常时会用到的保养品、伪装品、包包一摆买好招。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国民健康署促进国民饮食健康，甲台铁合作研发坚固营养的便当，连电竞国手杨俊翰拢爱食。同时，伊嘛分享平常时的饮食是如何保持好的体力。以茶叶熏制的鸡腿排，茶香交织，搭配红梨及糙米等全谷杂粮，提供多样化口感，同时提升蔬菜及膳食纤维量，兼顾饮食均衡营养。这是国健署携手台铁研发的新口味便当，推广健康饮食。那台铁的每一天的运输量大概有60万人次，在这个便当的贩售也大概有2万人次来买台铁便当。如果你中午到我们的那个台北车站，你会发现唯一排队买便当的地方就是台铁便当，所以它是我们儿时的记忆，跟串联现在在交通运输非常密集的时代中，一个共同大家想要去购置的一个场合哈。那国民健康署为什么要想？当然，除了要串联这个记忆的概念、跟营养的概念，跟在最多的人地方下，我们最好的营养跟健康哈，所以我们跟台铁合作。那为什么呢？你看来来往往走在我们台铁或者台北车站哈的人100个国人中，我给各位一个数字哈，大概有这个30%的女性她是有代谢症候群的。你一眼看去，这个10个人中有4个男生是有代谢症候群的，那么他们都跟肥胖、跟三高、跟慢性病有关。那这些人，如果我们在摄取的过程里面可以巧推一些东西，让他拿到的是一个非常营养又健康的便当，我想国民健康署的起心动念就在最多人的地方找到大家最想要吃的东西中，
因图我们想要给各位的营养跟健康饮食哈。这个选择是减少油，减少这个所谓的这个盐，提高你的蔬菜含量跟蛋白质的含量，让健康成为在你购置餐盒中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想象。台铁呢，其实我们过去来讲，我们都是使用国产的白米，所以我今天看到农粮署要特别表示感谢。我们每天25000个台铁便当，就是因为有这个农粮署的这个督导我们每天都提供旅客一个美味而且是健康的便当。那这款这个茶香熏鸡便当呢，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台铁过去来讲，我们是算是在民众的心目中，就是每天要来个仪式感，就是要带个台铁便当，搭台铁、搭高铁，当然也是会带台铁便当。那我们这个便当是不管在热量还有这一个蔬食，还有纤维，还有脂肪，我们都有经过精心的计算，所以将来台铁的这个市场的区隔呢，我们除了每天的长销便当，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国民健康署继续合作能够再推出对于国民健康每天都非常营养美味的可口的一个联名便当。其实农业部包括我们农粮署的团队，其实从111年的食农教育法公布之后，我们也一直在致力于饮食跟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农业去做一些连结。所以我们今天跟国健署跟台铁的合作，我们这场记者会其实跟署里面跟部里面在推动食农教育的这样的精神，其实是完全契合的。那我也特别要提那个台铁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说它是被火车耽误的便当店那我们农粮署在辖下辅导了非常多的米也好，或是我们杂粮或者我们蔬菜水果产业。那我也很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把国内的这么品质好，那甚至都是有产销履历的我们的米、我们的杂粮、我们的蔬菜水果，都可以跟台铁来做合作。那相信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政府机关跟我们的业界的一个串联的话，其实可以把很多均衡饮食的概念跟我们在地地产地销的概念去传达给我们的国人。田径短跑国手杨俊翰也现身分享自己长保体态的日常饮食技巧，认为这款新口味便当会是他调配饮食的选择之一。像我们在左训中心做训练的时候，是会有营养师以及厨师在餐厅去合作每一天的一些餐饮的部分。那当然不外乎就是如果在外面做异地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难免都还是有外食的机会。那我们就要尽量的在不管是餐厅或者是超市去选择比较接近原型或者是说健康的食物这样。像是刚刚的介绍来说，其实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非常蛮常去购买那个台铁便当，虽然我坐的是高铁，但是我都会走去台铁的便当那边去购买，然后去做搭乘。当然就是现在推出这款便当，前面有提到，就是它在淀粉的使用上面有多了一些五谷杂粮，然后跟一些其他的原型食物。那在我的平常的饮食习惯来说，就会更符合我的需求。这一款便当里面的食材皆使用国产的全谷杂粮类，包括白米、糙米、红藜还有玉米等。那我们可以看到糙米的话，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那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排便顺畅。那我们的红藜呢，它拥有谷类的红宝石的美誉。那另外我们的红藜，它的蛋白质是白米的2倍，含有许多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那包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另外也富含丰富的矿物质，能够帮助我们生理的调节。那玉米呢，它含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C， 另外还有铁
跟钙等营养素，那也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那此款茶香熏鸡便当呢，就是不仅营养，而且希望可以延续我们台铁便当的好味道。它的主菜呢，茶香熏鸡是使用去骨国产的鸡腿排，而且特别是搭配了我们北部在地文山的包种茶来进行熏制的。那延续刚才组长讲的，就是国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然后精致主食摄取过多，因此我们这一款茶香熏鸡便当呢，跟我们传统台铁的排骨便当相比，它的蔬菜含量是增加25%，纤维更是增加176%，脂肪是下降32%。茶香熏鸡便当透过增加蔬菜和全谷杂粮的摄取，减少油炸与高钠食材，帮助国人从日常饮食远离慢性疾病。国健署也呼吁更多餐饮业者参与推广行列，提供国人更多营养健康餐食。记者翁宇俊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30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马翔啊，不进步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给我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
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